Hello，大家好啊！歡迎大家收睇論盡香港嘅論盡頭條，我係嘉偉。今日想同大家講啲乜嘢呢？爆料林鄭呢就自吹自擂話喺香港嘅疫情呢就受控啦。咁有消息就踢爆咗，呢屆政府呢通關無望。今日講啲乜嘢呢？咁而另外一個題目呢就係話電子煙近日呢就銷路就急增。咁啊，聽日開始呢就全面禁售啦。哇！咁究竟係咩一回事呢？條例又講啲乜嘢呢？喺睇之前，希望大家都係嗰句啦，中唔中意都好啦，幫手撳咗個 like 先。咁另外訂閱我哋論盡香港，撳埋隔離嘅啷啷剔埋全部嘅話呢，咁 YouTube 開心起上嚟而唔限流的話，佢就會派片俾你啦。而如果大家係睇緊 Facebook 嘅話呢，都希望大家可以讚好我哋嘅專頁。可以的話呢，可以做埋我哋會員，或者係話嘗試我哋最新嘅功能呢，去超級感謝我哋咁樣嘅。咁當然啦，呢個係唔係強制性嘅，係咪？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啦。咁同埋最希望嘅就係下面踴躍留言講一講你點睇呢？同埋將條片廣傳俾身邊嘅朋友，令到更加多人都會知道我哋國家、我哋香港同埋呢個世界發生啲咩事。咁啊，林鄭月娥嘅話呢，即係有睇開論盡香港都知道啦。咁其實我自己本人嘅話呢，就唔係咁中意呢位人士嘅，因為呢條友呢心地唔好。咁而其實大家亦都望翻啦，咁現實上嘅話，疫情呢係真係開始有回落嘅跡象。咁社交限制嘅話呢，亦都慢慢放寬啦。咁持續2年嘅非港人入境令呢，亦都係話喺下個月開始咧就撤銷。咁林鄭月娥呢就話啦，復活節嘅假期之後嘅話呢，確診數字呢就冇明顯反彈。咁就已經係話證明咗咧呢個疫情咧已經受控啦。咁係香港已經踏上呢個復康之路啦。不過縱然呢一個所謂嘅疫情咧就回穩咁，但係咧同內地通關嘅話咧都仲要係製造啲條件出嚟嘅。咁所以香港政府咧就繼續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嘅政策，竭力咧以最少代價造成最大嘅防控效果。我講晒先一次過去評論啦。咁啊，林鄭回顧翻呢，就係話今個第5波當中嘅話，疫情4個多月嘅話呢，從驚濤駭浪見到呢個所謂嘅咩曙光出現啊等之類呢，係一個艱辛嘅旅程嚟㗎。咁而全球嘅疫情呢，仍然係話未能夠停止，香港仍然係有數百人係確診嘅，政府係絕對唔會鬆懈，仍然會貫徹翻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嘅措施，推動翻社會有效咁復常。咁強調翻咧，重振香港作為連結內外喺一個重要嘅橋頭角色同埋一個樞紐地位。咁佢講完之後嘅話咧，我哋自己覺得係，再一次證明翻咧，林鄭月娥女士咧，佢自己本人真係得把口嘅啫。你諗下，究竟佢口中所講嘅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啊，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嘅話，咁我哋香港做成點呢？有做，梗有做啦，做唔做得到噶嘛？唔好講做得好啦，我講做唔做得到先。我講過，香港政府而家呢一刻都仍然未能夠同大家講翻，究竟而家揾啲源頭喺邊度？如果你一日揾唔到源頭嘅話，咁其實就即係冇早發現呢家嘢嘅，冇得早發現嘅，冇得早隔離嘅，亦都冇早治療嘅，口號嚟嘅啫，明唔明啊？我哋希望我哋目標係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但我做唔到，成立㗎噃。咁你諗下啦，點解佢會講呢啲口號形式啊？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同埋係話咩外防輸入啊、內防反彈？呢個係乜嘢嚟㗎？呢個係動態清零要做嘅要訣，佢口講動態清零啫，實際呢，由佢把口講出嚟嘅話呢，我唔知點形容，我就係純粹覺得就係，點解唔識檢討下自己先呢？我唔係要阿林鄭月娥你每一日呢都可以跪喺度喊啊，對唔住咁多全香港市民啊，對唔住，我唔係要你咁，而係話喂，你真係可唔可以係做啲實際啲嘅嘢呢？實際嘅意思係乜嘢？就係由我哋知道第5波一開波，嘣一聲，係啊，好勁好快。之後我哋再睇翻我哋成個香港政府唔同嘅部門所做嘅嘢，架重疊屋，甚至乎有啲嘢就係話大家真空位置，大家咪唔知點做咯。咁呢個真係為咗我哋香港市民嗎？
為咗我哋香港嘅所謂咩重要橋樑角色、樞紐地位，你真係有做過嘢？哦，係有做過嘅，咁係都有好多嘅康復人士噶嘛，係咪？咁我調翻轉問翻啦，我哋今次第五波死亡數字9000幾人，係誇張過俄烏衝突嘅死傷數字。阿林鄭，呢個係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嘅效果啊？呢個係咪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嘅效果啊？定係話其實你做咁多樣嘢就係希望推高個數字之後話俾人聽動態清零係冇用呢？好早之前已經講話要快啲做全民強檢，由2020年已經講啦，國家派人落嚟，你又係唔做。好啦，去到今年好誇張、好嚴重嘅時候，你嗌救命，你嗌內地幫手，內地真係幫手啦，落咗嚟之後你唔做，咁係咩意思呢？我呢就2月22咧就話3月會做噶啦，跟住之後3月打尾嘅時候咧就話我唔做住啦，而家呢就唔係時候做住嘅咁樣啊。當呢個第5波去到尾聲到啦，我哋會再考慮噶啦。而家第5波而家算唔算係尾聲咧？咁幾時做呢？如果你真係話做係嘅話，我又想問啦。咦？點解你早2日嘅時候已經講咗話？哎呀，感謝內地嘅醫護人員嚟香港啊！咁呢，就醫護人員呢就好辛苦㗎，感謝佢哋啦。而內地醫護人員呢，就已經翻咗去內地啦，慢慢逐批翻去啦。咁如果係內地醫護人員都已經翻內地啦，香港有冇足夠人手再做全民強檢呢？如果冇嘅話，咁我想問啦，你動態清零嘅話，你有幾動態有幾清零呢？你係而家係實質完全躺平，外防輸入內防反彈，梗係啦。而家你以躺平嘅角色嚟講，令到咁多香港市民都已經確診咗，即係講得口臭少少嘅話，身體弱啲嘅都已經先遊埋添啦。咁點反彈呢？唔使驚反彈添啦。仲有你話早隔離、早發現、早治療啊等之類，跟住之後加埋就係話你自己話自己冇水晶球，之後又話啲科學方法就係話要打針，一定記住打針啊！但係另一方面你話乜嘢啊？哎呀，打針呢樣嘢呢，我用晒一切嘅方法㗎啦。咁啲人唔打我都冇辦法啦。林鄭其實你知唔知自己做啲乜㗎？我哋見到係一個機械人讀稿嘅機械人。真係做，我唔覺得你做到啲乜。當然你可以係話翻轉頭，其實係下面唔同嘅公務員不合作，可以咁講嘅。但我又覺得唔係。林鄭月娥你自己心目中由頭到尾，你貫徹始終，你都係唔相信我哋國家，睇唔起我哋國家。雖然你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特首，但由你嘅言行舉止，咩人哋地方啊，我唔係始作俑者啊，呢啲縮骨算爆嘅角色或者咁嘅言論，我哋可以得知到由頭到尾你都唔相信我哋國家。仲有你旗下有一位副局長喺立法會當中嘅時候亦都講咗，就話我咁俾我哋感覺就係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當真係再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再揾內地幫手啦。咁呢個係合理嘅做法嗎？香港而家疫情係咪真係已經完完全全解決到呢？係咪已經做得好好呢？你有冇反思過？唔係，而家呢就係話疫情呢慢慢回落啦。咁我哋呢就唔需要內地咁多人手嘅。得，OK， 冇問題。咁自身嚟講嘅話，係咪已經做好咗一啲醫療上嘅問題啊？1月2月嘅時候，我哋已經見到醫管局炒晒粉噶啦噃。林鄭點處理呢？應該我哋嘅醫療系統係咪真係做得到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呢？但係我自己由頭到尾都係覺得口號嚟嘅啫。因為你6月30號都唔做噶啦，呢段時間做又36，唔做又36，做嚟做乜啫？
咪每日係話出嚟刷下存在感咯。哎呀，我哋堅持要做呢樣嘢啊，我哋要落實乜乜乜啊。咁但係實質你講完之後有冇做啊？我唔覺咯。坐底我而家呢刻我都仍然未見得到張竹君醫生去繼續講翻嗱，我哋咧就揾到源頭啦，源頭咧嚟自邊度邊度邊度，咁邊度咧就係話曾經有呢個確診者咧曾經去過邊度嘅，我睇唔到咯。定係話啊，其實阿嘉偉真係揾資料不足，我講嘅資料係其實由頭到尾林鄭你自己本身有做過嘅，咁你講出嚟啦。你唔好覺得係我唔想冤枉好人啊。咁當然你都講過，你都係唔會理網上班 KOL 啊，或者啲乜乜物二打六個角色咧，你係唔會理會。我明白嘅。咁但係你要明白點解你仲唔能夠連任咯？就係因為你嘅心地唔好，唔接受人哋嘅意見。你話我係特登要鬧你嘅，得冇所謂冇問題。但係你調翻轉個角度，你係咪只能夠聽一啲讚美嘅聲音呢？只係聽讚美聲音嘅話，其實你呢個人係唔會進步嘅。不過點樣都好啦。其實今日咧，我哋都揾資料嘅時候，亦都揾到一啲好誇張嘅消息，就係話有啲年青人啦，或者係有啲不正常人類咧，曾經喺網上邊咧就煽動啲人咧去傷害林鄭月娥你本人嘅。對於嘉偉我嚟講嘅話咧，我再一次重申，無論點唔中意某一個人都好，你都唔能夠動粗，唔能夠起呢啲犯法嘅意念。咁當然啦。香港好彩咧，就係話揾到呢個有兩位人士咧喺網上面咧就宣稱話要令到林鄭月娥咧身體受到呢個嚴重嘅傷害。咁或者係話諗下認真諗下嘅話咧，點樣搞掂阿林鄭呢啲咁嘅説話咧？記住啦，點憎佢都好，下面點留言都好，唔好講一啲違法嘅説話。冇理由因為一個你憎恨嘅人而搞到自己惹上官非㗎，係咪？最後我可以同大家講講，以林鄭咁嘅説話咁嘅做法嘅話，其實喺網上面我哋已經見到好多不同嘅資料，亦都已經講咗香港以林鄭月娥為首，以而家嘅處理方法，即係口講一套，實質做另一套嘅話呢，通關絕對無望。6月30號之前諗住通關嘅朋友呢，世事無絕對嘅，但機會渺茫。都係唔好諗呢個問題啦。嗱，除咗講林鄭月娥之外嘅話呢，亦都講講另一個題目啦。另一個題目呢，就係講電子煙嘅銷量急增。咁啊，聽日開始呢，就全面禁售啊。咁係咩一回事呢？嗱，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咩叫電子煙啊？電子煙同平時傳統煙係分別係乜嘢呢？傳統煙就係話平時以前大家可能見到，嗰啲咩補路啊等之類嘅，係話有人要擺落個口度，跟住撞個打火機撻着嗰隻呢。嗱，嗰隻叫傳統煙。電子煙係乜嘢呢？就主要嚟講咧，又分兩種，一種咧就係話一部機仔咁啊，插支煙彈落去嘅話咧，撳着佢咧就燃燒；另外一個咧就係將個煙彈放落部機度，咁係話由啲煙油咧去變咗啲煙出嚟，去俾大家吸絕咁樣嘅。嗱，其實邊一種係話安全健康等之類咧？呢個唔係重點，而重點就係咩呢？香港政府咧其實喺上年嘅時候咧就已經講咗啦，就話嚟緊將會有6個月嘅時間去做呢個空檔期。咁計下條數嘅話咧，咦，原來係話就係聽日就將會係話禁止進口、製造、銷售、分發同埋宣傳電子煙同加熱煙嘅產品啦。咁好多網民咧同埋煙民們啦，就係話趕住喺呢個最後限期之前呢，就瘋狂掃貨。咁搞到咧有好多唔同嘅商戶咧都講啦，哇！而家銷情咧急增3倍喎。咁梗係有啲人咧就講下話，喂，沽貨即係賣晒之後咧，可能要再問翻批發商再攞埋啲貨喺限期之前咧，預計可以再買到好多。點解會出現咁嘅問題咧？啱啱講咗啦，限期之前去買啊嘛。嗱，咁有唔少嘅鋪頭咧都係形容翻咧，就係話其實咧香港政府咧都呢一方面其實係咪宣傳上有啲咩問題咧？嗱，加熱煙其實同埋傳統煙嚟講嘅話咧，嗱，其實咁樣講，
你話邊一個係話危害多與少嘅話呢？嗱，我真係好難講。但調翻轉個角度，喺一個民調當中嘅話呢，其實有傳媒做過一個民調，訪問過700個煙民，絕大部分都唔會因此而戒煙嘅。咁你全部唔會戒煙嘅情況之下，咁你又同一時間又禁埋電子煙，咁調翻轉啦，有好多商戶就話啦，點解你係禁電子煙而唔禁傳統煙呢？有啲網民又話，有啲朋友又可能咁講，傳統煙有煙稅啊嘛，咁呢個庫房收入嚟嘅喎。我話調翻轉問一問翻啦，電子煙可唔可以出現一個電子煙稅呢？唔係啊，嘉偉好繁複噶，有幾繁複啊？如果你話要經過立法去處理嘅，而家咪立法會咯。立法會而家新一屆當中嘅話，全部都正常人咁滯啦，89.5%啊。係正常人議員啦，咁係咪要再諗一諗，係咪真係需要全部禁晒煙呢？阿嘉偉啊，點解你咁樣講呢？嗱，正當我哋香港係話要禁煙嘅時候，4月30號禁煙，我同大家講講另一個消息啊。我哋國家喺5月1號開始生效，就係將正統嘅傳統煙同電子煙、加熱煙等之類呢，都一齊去做規管。大同小異，一模一樣，都係禁止賣廣告，禁止賣俾係咪未成年嘅人士，亦都唔俾網上面賣廣告噶啦。咁透過係話即係以呢個嚴密監控啦，令到呢啲新式嘅煙草嘅產品呢，生產啊、製造啊、入口等等嘅話呢，都要係受到呢個監控。咁多位，不如大家諗下，點解香港會禁電子煙，而內地反而會係話，我唔禁，而係監控呢？嗱，以下有2樣嘢咧，大家要留意嘅。第一樣嘢，原來睇翻嘅話咧，加熱煙、電子煙嚟講嘅話咧，咦，原來內地係其中一個比較大嘅生產商嚟嘅，甚至生產大國嚟嘅。喺市場上嚟講嘅話咧，都非常之蓬勃。第二樣嘢係咩呢？就係講翻傳統煙。傳統煙嚟講嘅話，唔係，好多朋友又話啦，唔係喎，有咩中華啊，即係食煙嗰啲朋友呢，都有好多中國煙嘅。但係其實全球最大嗰頭嗰3位嘅國家呢，都唔係我哋中國。頭2位係美國煙草公司，有一間呢，就第一間，即係全球最大嘅話呢，即係譬如咩萬字頭啊等之類嗰啲呢，咩寶路嗰啲呢，其實都係同一間公司㗎。大家你唔好諗住係話呢間公司淨係賣煙嘅啫，唔係啊！大家估都估唔到呢間美國公司呢，連平時大家食緊嘅卡夫芝士其實係同一間公司嚟㗎。頭2間公司都係美國公司，第3間先係日本公司。咦？咁係咪即係調翻轉就係俾外國輸入呢啲煙草嘅呢啲產品過嚟香港，而係話有監管嘅？但反而係電子煙又唔做呢樣嘢呢？第二樣嘢，好多人呢其實對電子煙嘅監管呢就唔係咁理解嘅，因為其實嗱咁講啊，喺內地上嚟講嘅話，其實係非常非常非常之嚴控監管嘅，亦都係有一個叫中國煙草條例，國家亦都有一個叫國家煙草專賣局，同埋中國煙草總公司呢紮資料呢紮機構喺度。係做好成紮監管角色嘅。如果你真係講話電子煙同埋加熱煙或者煙草都係有問題嘅，咁點解你就係禁一種唔禁另一種呢？喂，我哋國家同香港最大最緊要係乜嘢啊？我哋係同一個國家嚟嘅，同一個地方嚟噶嘛？一國兩制啊嘛。咁我調翻轉啦，我哋成日要講話香港要融入大灣區，咁點解呢一方面又會咁得意呢？仲要啲時間啱啱冇前後腳嘅，咁不如大家諗下，邊一個去諗呢一個提議嘅呢？會唔會就係我哋本屆嘅政府最高嘅負責人呢？如果真係咁講啦，要禁煙，點解唔一齊禁晒佢呢？以賺錢嘅角度嚟講嘅話，你要加稅啊嘛，你咪電子煙都可以加稅噶啦。嗱，呢樣嘢除咗嘉偉我自己咁講之外呢，其實呢唔同嘅鋪頭都有係話講過，即係有啲係話賣電子煙嘅地方啦，都係話有問呢個咁嘅情況。喂，你話呢方面係有毒，咁香煙唔係有毒嗎？
其實兩樣嘢嘅話，你監管咪得咯。再者，其實大家可以再睇睇嘅情況嘅。香港而家嘅私煙情況咧係非常之嚴重嘅。咁啊，政府咧就曾經講過就話，哎呀，因為要解決私煙問題。咁但係咧，根據翻我哋最新嘅消息嚟講嘅話咧，海關喺上年檢獲咗係4.27億支嘅私煙。香港嘅普通煙啊，傳統煙係已經有監管嘅情況之下，但係你啲私煙都仍然有㗎啦。咁調翻轉咁講啦，你禁止同唔禁止都仍然係有私煙嘅。咁其實應該要點做呢？調翻轉個角度，如果你自己本身係做好監管嘅工作嘅，咁私煙會係禁煙嘅其中一個問題咩？我明白到其實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睇法嘅，因為好多朋友咧就覺得話，唔係咁啊，係食煙總之係有害噶啦。其實唔食煙嘅咁當然冇問題啦。但係難為一啲所謂食煙嘅朋友，啱啱所講啦，調查當中嘅話，調查咗7-8個食煙嘅人士，佢哋都講。其實你點樣做都好，佢都唔會戒嘅。咁如果係咁嘅，咁點解唔一次過俾人選擇呢？嗱，我自己嚟講嘅話呢，就冇咩呢方面嘅立場嘅。我純粹就係話見到呢啲新聞之後呢，我就分析翻俾大家睇下，同埋大家一齊諗下點解要咁樣做，點解有咁嘅分別呢？即係令大家要知道咧，其實國家嗰個政策當中，佢講到明嘅就係內地其實明白咧，你一時三刻要所有人全部戒煙咧，係冇乜可能噶啦。你調翻轉，你監管嗰啲相關嘅產物嘅話，其實俾一個煙民減害嘅一個選擇，其實唔係更加啱咩？不過點樣都好啦，其實我相信大家睇到呢度之後咧，其實應該有唔同嘅意見嘅。我自己嚟講嘅話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你與其係咁，你不如俾人選擇添啦。你禁得嘅話，不如你兩邊一齊減啦，一齊禁咗佢添啦。而香港政府亦唔應該用私煙嚴重嘅問題去話，哎呀，咁我哋要減，要禁止電子煙啊。喂，兩回事嚟嘅。唔知大家又點諗呢？我歡迎大家下面度留言。亦都歡迎大家咧，就住係話唔同嘅問題咧，下面度一齊討論下啦。仲有中唔中意都好咧，幫手撳個 like， 亦都係希望大家訂閱我哋論盡香港，撳埋隔離嘅啷啷剔埋全部嘅話咧，咁 YouTube 開心起上嚟，而佢唔限流的話咧，大家就有緣見到呢條片啦。而如果大家想支持我哋嘅話咧，希望大家可以下面踴躍留言，或者係話做我哋會員啦，或者係話超級感謝我哋都可以㗎。咁而仲有希望大家都係嗰句啊。幫幫手，將條片廣傳俾身邊嘅朋友，令到更加多人都會知道我哋國家、我哋香港同埋呢個世界發生啲咩事。我係嘉偉，轉頭再見，拜拜。